民要来看到台湾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投票前一天，过来到新北市三重埔，替党提名立法院候选人李文蔚来辅选。接受媒体访问，做伙来听详细的内容。有啦，我想讲啊，这个台湾民众党哦，还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嘛哈，那它有它自己的路线跟坚持。那外面要来帮忙，我们都认为是 extra， 就是额外附加的了哈。那当然能够帮忙是最好。那如果说有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去强求。所以常常是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哦，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台湾民众党，那坚持自己的路线，那我们就按部就班哦，慢慢的去传递我们的价值跟信念。那人家方便来就来，不方便那就算了。郭台铭那边说，既然是同民党的话，那他就不要来了。而且郭台铭的幕僚就是你们这边嫌票多。常常是这样的哦，常常老板都没什么意见哦，那幕僚哦，后来发现哦，政治常常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叫皇帝不急太监急？就是说，那坐轿的都没意见的，那扛轿的有时候他们自己的利益纠葛在里面哦，就反而关心则乱的，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哦，这个我的态度啦哦，其实政治就是平常心随缘。我还是很喜欢谈那个天坛那一字话一字典，你知道哦，千算万算，千算万算哦，不如天一话。所以平常心，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就好。过程当中有些纷纷扰扰，那就算了。所以他如果没有来的话，会对你道德上面会有影响吗？没有啦，我跟你讲哦，哦，我刚好是这样的哦，常常是这样讲。我说应该，我猜啦哦，郭老板也要检讨一下，有时候你有这种幕僚啊，还需要逼人吗？没有啦，我跟你讲，有时候幕僚不可以。你看我们这边的幕僚哦，都比较，其实是个性来的。这老板的个性是这样，幕僚个性这样。我就觉得他说与人为善，心存善念，尽力而为。所以怎么回事？通常幕僚是要帮老板哦。哦，比方说老板有讲错话，至少帮老板哦，这个怎么讲，打算就说一下哦。怎么是幕僚自己跳出来在这里嚯？那到底谁是老板的？真的是，不要之后那些幕僚都被开除了，对不对？没有啦，我觉得是这样的哦。这个有时候常常我发现政治上真的常常是这样，这坐轿的没意见，扛轿的意见一大堆，对不对？而且我发现那些扛轿的比坐轿还紧张，还焦虑。你又来了，啊，来。党内现在对郭董双边押宝的行为就是非常不认同，因为连赖局长都说他不认同这样。这个哦，这个就是他民众党的特色，你知道，每个人都很有意见，你知道吗？不，赖局长他的个性就是这样的。其实你想想看哦，他是在火大联盟当年是走公运出身的，他能够在台北市政府哦做到什么叫全台唯一劳动局长。人家说他做得很好，我后来想一想，是我是在宽宏大量，你知道，是我都可以容忍。他很多意见都不赞成，但是我还是让他做。我常常认为是这样，他作为劳动局长，他就是工会的代表，他就要争取劳动权益嘛。所以每个人做好他的角色，就是政府合起来就是政府最大的效能嘛。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哦。像赖局长，我没有想到说他昨天在馆长的节目，一下就讲出来，那个其实那个就是他的想法。那如果他的想法就表示说旁边还有很多人这样想法嘛，这个就是我有时候这样的，这个就是主帅，你知道哦，原则上尽量与人为善的。好了，下一题。在昨天凯道上的那些人潮，对民进党会不会真的有危险？哦，昨天凯道人很多，因为造成我们交通的压力，所以所以这样的哦。不，我们不要讲这个影响选举的话，所以，昨天真的人很多了，非常。会激起民进党的危机感吗？这个还是会的，我看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哦，其实有一天，所以我还是希望说政治越来越平顺越好，不要太激情了。这个，所以老实讲哦，其实我也知道这场选举最后还是负面选举的，就是讨厌民进党跟讨厌国民党的对决嘛，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能诉求这个台湾民众的这个台湾人民的这种理性，你知道哈，投给台湾民众党，至少有一个比较理性务实的政党。民众党也是选举告急，但是其实还分析对方高价拉票，也不方就是说会这样讨。
那不是说不要说帮他什么，也还好啦。我觉得高嘉瑜还是一个认真的人。我觉得是这样的，在社会上你知道吗？努力认真的人，我们要给他机会，特别是这样的哦。有时候我昨天在馆长的节目讲说，当时我们为什么会选张其禄当做我们这个立法委员的这男性的排名第一？当然这样的，我在这社会上当到这个那种学校学院的院长也很多人呢。但是这样哦，你想想看，他爸爸是一个老欧啊，你这样哦，他就是那种很贫苦家庭出身的，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所以是这样的。如果虽然最后那个成绩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对那种一开始比较弱势出来的人，我们还是要给他奖励。其实高嘉瑜我也知道他在民进党里面还是孤鸟啊，他也不是有派系。他如果有派系，在上一次2016的地委，他就你看当时还是民进党硬是把他抽掉，给黄珊珊选。他这一次其实差点被抽掉，我也知道了。所以我是这样的他做的不错 ，OK。第二点，他是一个比较没有资源，比较没有派系这算国教一样一个年轻人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给我的人生态度的我们还是给一些比较弱势的人一个鼓励，而且我对年轻人都要给鼓励给他帮忙这样。所以他讲我什么我都不会去，我觉得还好了。但是你主动帮高嘉瑜开吗？因为高嘉瑜说是因为他的成绩很好的，那你主动帮他开。没有啦，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不要，我还是支持他。但是你主动开的。有差吗？没有啦，我就叫幕僚，我说那很简单的，手机拿出来录一段给他就好，寄给他就好。很多科粉不买单。尽量的。是啊，那你看那个昨天凯东那一家，因为他们昨天一直在号召知识来经济来回流，你觉得有办法吗？我跟你讲反正大家再忍耐一下。在明天晚上4点投票结束的，8点出来，我希望台湾就可以恢复正常。不过重要，这个我们李敏瑞还是要当选的，这个这个重要啊。现在我2020换成蓝色全面执政的话，你就是另外一场。全面执政。完全执政的话，2020。跟立法院。这个大概不会发生吧？领导记得想歪。好，问一下那个共谍案，那个王立强他现在是好被利诱，然后还有那个王立强被利诱，然后还有做到那个生命危险，然后现在说是蔡政府。我跟你讲王立强案我跟你保证时间这么短的也来不及有什么真相了通常是这样的选前没有真相，选后大家都没有兴趣再追的。最典型的例子，要讲到我的例子，葛特曼的嘛，那个选前乱打一通，选后全部都跑掉，也没有人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也不追究了。那这个典型的就是也不叫抹黑战了，这叫乌贼战术。选前都没有真相，选后大家也没有力气再追求真相。葛特曼就典型的例子啊，是不是？选后也不去追究。好了，今天来那就可能动算，来支持啊，不以为这有可能当选的，当然是要全力支持的。对了，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年轻的女性，而且老实讲，我发现我们区域立委里面她是一起足在的那个。我老实讲，我觉得我还蛮惊讶的。一般年轻人我看到都还是比较浮躁，你知道吗？因为他是讲话很稳的，这可能他在这个政坛间历练当助理也当了8、9年以来有差，所以。台风很稳，你知道？你那个一记者突然乱问那个什么题目的，像我是被鲨鱼咬习惯的时候还会闪的，这个奇怪他都不用闪，就是蛮厉害的。所以这个大将之风，你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年轻人的。那晚上那个就是对手说李炳辉这边就是发黑函，然后前几天就是晚上的时候还有就是孙子出来下跪说不要再抹黑我阿嬷了，你们有什么看法？他的对手叫国民党那个，不是不党那个。我刚才讲以前那个卢修一跪下去，你知道，大家很感动，你知道吗？可是你叫小孩子跪下去，我刚才就觉得哭得很蠢，这种我如果是当事人，看了有点尴尬，我就觉得哭得很蠢的嘛。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这跪还是要，就像卢修一他是癌症末期，就是大概我就一个我都算了，拜托你找说金兄，我们外人看过好感动。
这两个不两个小，囡仔规个啊，你现在比起来嘛，你想我讲这这个有时候就是演过头了，是不是？我的批评是啊，这个有时候不是规定有效的，有时候演过头了。好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正面的，啊。晚上会跟郭董电话连线吗？我不晓得，你要是问蔡壁如。